經濟部今舉行115年第一屆電價費率審議會，委員達成共識國際，為着要穩定民生物價和這產業的競爭力，4月開始電錢無買起，維持平均電價一度電3.7823塊。那經濟部的處長羅建信就表示講，那像這戰爭呢，會當第3個月來解決，對台電的影響也是佇咧會當控制範圍內。台電也補充講，目前的評估，這屆衝擊無2022年俄烏戰爭開始嘅迄時陣影響。我們烤箱就是我們用電較大的一個器材之一啦，每個月幾乎是在1500一台。新的廠房，期待一開就是對早時9點到暗時5點一直運作。這是位於新北市的線材大工廠，就也佇看中東戰爭帶來急單。也不講到成本，伊就講是真正電，因為廠房內底生產設備、運輸設施、冷氣、空調，各項攏真正電。一個月的電費大概50萬，其實蠻高的。如果再漲上去的時候，第一個成本就上升了。業者講，過去這邊電起價差不多，佫食掉300到400利潤，戰爭的衝擊原料成本佫再大起，化工電唔通起價啊！經濟部27點開今年頭一擺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結果宣布因應中東區域的衝突情況，甲貿易關係變化所衍生的風險，以穩定物價為目標原則，這擺電價未調整，維持平均的電價一度是3.783。那也因為台電的努力啊，那在去年有一些的盈餘，那這些的盈餘的部分對於台電公司在做相關的電力的發展是有幫助的。這擺調整適用期包含4月到9月，經濟部講按照原先電價起價公式計算，原先的平均電價起伏應該達到1.79%。不過，全數委員攏達成共識，暫時未起價。不過，外界關心講台電吸收這個起價部分，是不是可能造成下擺出一擺起？基本上，假如說是暫時在3個月裡面來結束的話，對台線的這個虧損不會擴大。我想對台電的影響可能是相對的較低。台電今日呢就立即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的第16條之一呢，要提交核安會來進行審查。台電27日當時講，核3在運轉的計劃已經得到經濟部核協同意，提上核安會，要求委員進行自主安全的檢查，並且大約需要18到24個月完成了後，也擱再送自主安檢的報告到核安會來審查，並且同意換發運轉執照了後，才具備運轉的資格。記者綜合報道。